歡迎嚟到微寶樂視頻日式照燒鮭魚。鮭魚片、鹽、黑胡椒、食用油、醬油、料酒、味淋、紅糖、大蒜、生薑。咁呢喺鍋入邊加入醬油、料酒、味淋同埋紅糖混合，加入切片同埋大蒜同埋生薑，中小火加熱，不斷攪拌，直到糖完全溶解。把醬油煮沸後，降低火力，稍微煮幾分鐘，直到稍微濃調。然後將鍋貼從火上移開，放涼備用。將鮭魚片用鹽和黑胡椒調味，靜置10分鐘，讓其入味。喺平底鍋入邊加熱適量嘅食用油，油熱後將鮭魚放入鍋中，煎約3到4分鐘，讓其表面呈金黃色。翻面後再煎約3分鐘，直到鮭魚熟透。將煮好嘅照燒醬倒入鍋中，輕輕翻動鮭魚，讓其均勻裹上醬汁。煮約1到2分鐘，至醬油變調，並且鮭魚更加入味。將煎好嘅照燒鮭魚放喺盤入邊，將鍋入邊嘅醬汁燒在上面，搭配白飯或者蔬菜即可享用。請點讚關注。